国共南院、甲台湾博物馆，也有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合作，运用数位科技举办台湾意象展。展览的内容除了有17世纪外国人伫台湾留落来文书资料以外，也透过互动科技展现台湾信仰的风俗，也有咱人文生活一直在改变的面貌。桌仔顶面一盘一盘台湾传统料理，边仔机关饲料，阁会换新的菜式。各里国共南院运用数位科技，甲台湾生活信仰，阁有早期原住民的相关记录斗做伙，举办台湾意象的展览。这样的一个展览能够台湾这个社会发生关系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故宫的里面的藏品，其实台湾这个部分是非常弱的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在这有限的里头，如何能够跟其他的台湾其他的博物馆把它联合在一起，然后做一个联合的展览。这届展览除了有台湾社会记录，策展单位嘛提供真侪早期外国人记录台湾的文物，透过浸水池的剧场配合 AR、VR 科技，参观者会当体验台湾的艺术人文甲地理风貌。除了第一档的这个浓缩版的展览之外，我们还有2个新的展区。那它是一个这个台湾意象的2.0，它不是旧的展，它是一个全新的展览。这届展览为16月27等到明年8月27。国共表示，每一个国家拢有特定的意象，台湾意象展2.0新增加真侪内容，希望让大家知影台湾为较早到今意象的缘由甲转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